来，这是桃园市长的候选人张善政的宣传车，讲可能是为着要赶时间、赶行程，唔拿违规来闯红灯，搁甲机车的骑士逼车字喇叭。这影片来现光，网友批评讲，这种危险的行为，拢会当吊销驾照咯。张善政是透过发言人会室内，讲会甲宣传车的驾驶教育叮咛，避免搁发生这款的代志。 逼车2把个兼弄红灯，险险弄到这个桥头摆的人，伫暗时看这个这台车有打通市长候选人张善政的相片。这个桥头摆人赶紧甲提醒，敢若是这个宣传车为了赶行程做这款代志出来，事后这段画面被公开，引起热烈的讨论。有人讲危险逼车会使吊销驾照啊，有人讲用张善政的竞选口号甲口说讲有够善良，嘛有人替这个桥头摆人伫紧张，甲在人无代志。 这个影片一个公开了后，过长江张善政有缘无停，到大溪的扫街摆票，针对这件违规风波，张善政的团队冇回应。这个部分我们会跟竞选总部那边去做宣导，然后跟司机再去宣导说，以后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发生，一定要遵守我们的交通规则。 就算不是张善政本人的车，嘛互人感觉无好，更加何况讲宣传车敢有遐赶，明明是要宣扬政见，好吞选民拢有看到，才将这候选人的相片搭伫车顶，想不到这驾驶歹带头，煞变成不良的教材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